呢一啲獨裁國家，即係同俄羅斯沆瀣一氣中國大陸啦伊朗啦，呢啲國家咧基本上嗰個叫做戰爭嘅水平啦，其實大部分都係停留喺二戰跟住至到咧冷戰咧嘅中間。好啦中國大陸由於咧偷埋好多科技翻嚟時而咧好似有一啲部分嘅武器好似好犀利係好似好犀利，多數咧唔知左抄右抄抄翻嚟噶但係個綜合能力咧就相當之咧有問題同左抄右抄，學下 Tesla， 學下呢架學下嗰架好多電子系統宣傳嗰陣時咧就無敵，一去到咧落場轉頭又炒車，跟住又同你講 CEO 失蹤啦，跟住咧車廠又同你講我唔負責，話係駕駛員自己嘅問題。咁中國大陸啲武器都係中國大陸賣飛機嘅你講到咁先進啲系統，到有事嗰陣時唔使講啦，梗係你啲飛行員有問題啦。